大家好啊，我係小慧啊。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好多人身邊日日發生，但係未必會認真去諗嘅大現象。想當年好多內地嘅朋友專程嚟香港購物、食飯、消費，滿街都係遊客。但係依家呢個局勢已經係徹底反轉咗啦，完全就唔係同一回事啦。而家每一晚夜深人靜10點零鐘、11點鐘過後，皇崗、福田、羅湖口岸大批嘅香港市民放工之後，即刻趕去過關北上深圳，唔係返鄉，亦都唔係出差，淨係為咗一餐嘅宵夜，去夜市食嘢啦、飲嘢啦，輕鬆一下，玩完深夜再返香港。夜晚嘅口岸排隊過關嘅人潮晚晚都有，數萬香港人夜晚北上去深圳消費，呢個現象90%嘅香港人未必拆解得背後完整嘅真相。今日嘅呢條片，我唔係簡單講一句深圳平就算數，我會有物價、運營結構、過關技術、支付系統，拆解點解會出現呢股深夜北上熱潮，亦都客觀分析呢個潮流對香港本地飲食嘅行業究竟會帶嚟點樣嘅衝擊，同時大灣區同城化之下又暗藏咩長遠機遇。睇完歡迎底下留言，講下你身邊有冇朋友成日北上深圳消費？你覺得香港嘅餐飲業有咩方法可以留住本地嘅食客？喺好多人嘅印象當中，北上消費多數都係週末假期日頭先上去玩，但係依家好大嘅變化就係響工作日夜晚都要即興消費。好多打工仔放工已經係8、9點啦，香港好多茶樓食肆已經準備收鋪，想搵個地方聚下食宵夜，選擇亦都越嚟越少。佢哋索性搭車直撲口岸過關到深圳。夜市、火鍋店、燒烤、粥店好多嘅鋪頭營業到凌晨1、2點，甚至通宵，選擇非常之豐富。皇崗做24小時通關，更加方便一班人深夜出入。統計見到夜晚10點到凌晨6點呢個時段，港人過關嘅人數持續上升，唔係節假日先有喎，喺平時都係咁樣。過關之後，水圍羅湖一帶嘅宵夜街，到處都聽到係講廣東話，好多都係啱啱過關過嚟嘅香港街坊。呢個已經唔係少數人嘅興趣，係變成一種大規模嘅生活模式。好多人就會問啦，只係為咗食餐宵夜專程過一個關，麻唔麻煩啦？咁就要講到第一個重點，兩地嘅實際消費差距。好多街坊都感受得到，同樣嘅菜式，兩地嘅價錢可以爭一大橛。舉個實際嘅例子，香港食一餐牛肉火鍋，一個人隨便200、300蚊港紙，但係去到深圳，同樣嘅新鮮牛肉，兩個人飽到撐住個肚，埋單200、300人民幣就搞掂啦。仲有好多小食飲品附送。宵夜就更加明顯啦，燒烤啦、海鮮啦、粥粉麵同樣嘅質素，深圳嘅價錢往往就係得香港嘅一半，甚至更加低。除咗食，按摩、唱 K、做 facial 各樣嘅服務，價錢落差都好大。唔係話香港呢樣嘢一定就唔好食，而係消費者依家會計算咯，我嘅人工就係得咁多咯，我嘅呢啲錢就要換取最多嘅享受。同樣嘅預算喺深圳就可以有更加闊嘅場地啦，更加多嘅選擇，服務人手充足，等候嘅時間又比較短。街坊唔係貪平就代表唔愛本地，只係普通人都會追求性價比。當有一個選擇擺喺眼前，自然會用腳去投票啦。但價錢差距嘅背後唔係簡單話深圳嘅老細心地好，係兩地嘅營運成本結構完全唔一樣。香港開一間食肆最大嘅兩座大山就係鋪租同埋人工啦。就算一間普通嘅茶餐廳，旺區嘅鋪租喐下都要幾十萬一個月，再加埋法定嘅人工啦、強積金啦、各項嘅開支，每一碗飯、每一碟小菜，一定要將呢啲嘅龐大成本攤分落去菜價上邊，成本就擺喺度啦，菜價就降唔到啦。與此同時，香港好多嘅食肆夜晚10點幾就要收鋪，人工成本太高，唔願意做到深夜宵夜市場。市民夜晚想消費嘅話，本地供應本身就不足，
呢個就係死結啦。租金同人工高，令到嘅價錢好難向下調。夜晚營業成本比較重，令到宵夜嘅選擇越嚟越少。客觀上邊就將一班想夜晚出街食嘢嘅市民推向咗深圳。呢個唔係單純話老細唔努力，係整個城市商業環境帶出嚟嘅客觀結果。如果淨係深圳平，但係過關就好麻煩，都唔會演變成每晚咁多人北上。真正催化呢個現象就係近幾年嘅兩大嘅改變。第一就係智能通關，呢度越嚟越順暢，過關幾十秒就搞掂，來回時間大幅縮短。從以前過關要排好耐隊，而家工作日夜晚口岸人流相對人少，來回嘅時間變得可以接受。第二就係支付嘅系統全面對接，阿里 Pay 薯 K 直接可以喺深圳好多商戶消費，唔需要對一大堆嘅現金，亦都唔需要驚人民幣唔夠，拎出手機掃碼就可以買單，匯率自動計算，完全唔使煩惱換錢嘅問題。從前地理、手續、貨幣三重嘅護城河，將香港市民鎖向本地消費。而家呢幾道牆幾乎都全部拆晒，跨城消費由一件好麻煩嘅大事，變成好似搭地鐵去另一個區咁簡單。好多人以為北上淨係得個食個宵夜，其實而家嘅模式已經好多元化啦。放工夜晚上去食個宵夜，食完即刻返香港；有啲星期五夜晚上去住一晚，聽日飲早茶行商場先至返香港。仲有好多人會去做理療啦、睇牙啦、體檢啦，做各種嘅民生嘅消費，由單純嘅假日旅遊變成工作日嘅日常生活嘅延伸。深圳亦都睇準呢個嘅趨勢，口岸周圍越嚟越多商鋪盈利到凌晨，專門迎合港人嘅消費習慣，有港式口味，亦都有各地嘅特色小食，供應越做越完善。消費外流必須帶嚟現實嘅衝擊。香港好多嘅茶餐廳啦、酒樓啦，面對住客人嘅分流嘅壓力，市面亦都見到一間又一間嘅食肆拉下咗鐵閘執笠，餐飲行業嘅經營壓力亦都越嚟越大。但係喺呢度，我想講句公道嘅說話，唔可以簡單將責任推卸喺北上嘅市民。市民只係選擇對自己最有利嘅消費，問題就喺源頭，係長期嘅高租金、高成本同埋夜晚經濟發展嘅不足。面對競爭，香港飲食業唔可以再停留喺從前嘅舊模式。如果淨係靠提高售價去攤分成本，而服務同埋體驗都跟唔上嘅話，只會令到更多嘅客戶向外走。有部分連鎖店已經開始調整定價，推出優惠，延長營業嘅時間，嘗試留低本地嘅顧客。呢啲都係市場嘅調整。講到呢度，唔好以為成件事淨係有壞處，其實背後亦都有大灣區融合嘅必然過程。呢個消費潮流唔係單向，淨係港人北上。而家亦都有好多深圳內地嘅朋友過香港消費，係雙向嘅人流同商機。香港嘅飲食品牌亦都可以走入深圳市場，開分店，接觸更加龐大嘅客群。兩個城市唔一定係零和博弈，唔係你贏就係我輸。隨住城市之間嘅界線越嚟越模糊，舊嘅商業模式會被淘汰，但係同時亦都會催生新嘅營運思維。競爭會痛，但亦都會逼行業進步。簡單總結返今日嘅內容就係夜晚大批嘅港人北上深圳食宵夜，唔係單純貪平，係物價差異、香港高嘅營運成本、通關便利、支付打通，多重嘅因素夾埋形成嘅社會現象。佢對香港本土嘅飲食業帶嚟真實嘅壓力，但同時亦都係大灣區同城化發展嘅一個縮影。而家就想問下各位嘅網友，你身邊係咪好多朋友放工之後專程過關上深圳消費呢？你覺得香港嘅飲食行業可以用啲咩嘅方法留住本地嘅食客呢？歡迎喺留言區一齊傾下你嘅睇法。好啦，今日分享嘅視頻內容就到此為止啦，希望係對你有所幫助嘅。我哋下期再見。本影片內容只係社會現象分析，數據僅供參考，唔構成任何嘅投資同埋營運建議。